无计火精划破午后的天，浓烟裹着灼骨的烟，树旁烧大大火，浓烟锁上门，谁的呼喊沉在焦黑里面。消防员架起云梯，说现在会逐一救我们出去。我到底有什么可以带走呢？曾经废寝忘食熬夜完成的模型，满心欢喜收藏的限量版玩具，各种名牌的奢侈品，孩子喜欢的玩具，妻子重视的东西，我什么都想带走，却什么都带不走。